暨南大學將佇咧南投埔里朱仔山社區成立日間長照機構，予60位適齡適地的時代會當來遮有日照服務。學校也甲一寡資源，親像是 AI 研究科技運用佇遮，予即寡長照據點會當有一寡科技通使用。長輩對老師的動作，親像是做事人一餐來烤草共款，運用 AI 科技調整出適合每一個老人的訓練強度，讓老人達成運動的效果。這是暨南大學在埔里的朱仔山社區的一項長照計劃。埔里公所提供場地，結合大學的資源，除了 AI 研究的科技，嘛融入長照相關的護理系長照班，在社區成立一個日間的長照據點。這個獨立的 QR code，阿公阿嬤進來，他就會帶着這一張登錄進來之後，學習這一些職業的運動過程裡面去達到復健的效果。暨南大學特別就是走去朱仔山交地方合作，針對這個失能跟失智的這個長輩們，用最新的這些 AI 科技、大學的研究發展的能量，會當直接讓咱地方的長輩們這個受惠。目前只咱收60個適齡適地的時代，安那樓卡1樓的朱仔山發展協會的社區時代，知影2樓有長照據點，攏來參觀。知影社區內底有長照站，閣有 AI 設備，攏感覺真讚。來遮攏哦，10幾陣朋友啊，坐攏啊開講一下，啊，閣有運動，啊，我相模別人做好誒。但像因這套 AI 設備吼，啊，阮下邊迄個長照若有法度吼，會當導入，阮嘛足希望啊，會當延緩咱失能失智啊，安尼啊，所以當然愛來啊。你無看我即擺遐老啊，活力還佫遮好。面對超高齡化的社會，社區嘛負擔起照顧時代的第一線。朱仔山社區長照機構啟用了後，主要是要服務埔里還佫稀地的時代，予有長照需求的長輩會當在熟悉的所在得到照顧，嘛減輕家庭的負擔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。